escape, I'm on my way. Every dream feels like today. Feel good rhythm in my mind. Every worry left behind. Little escape, the skies are blue. Every note reminds of you. Drifting free, the world can't wait. All I need's a sweet escape. Hostok 係奧地利非常有名嘅湖畔小鎮，佢坐落於阿爾卑斯山山脈下嘅一個世界遺產。小鎮只有大約800個居民，但佢每日吸引數千名遊客嚟參觀，被譽為係世界最美小鎮，係人生必去19個小鎮之一。所以嚟到奧地利又點可以唔去睇呢個好似仙境一樣咁靚嘅小鎮呢？今次我哋有別於平時住酒店，而係選擇咗一個高 CP 值嘅度假村 Dormio Resort Obertron。出發前，我哋預早3-4個月 book。園區好大，周圍都聽到雀仔唱歌，感覺好寧靜，好舒服。佢有好多房型，由2人房到16人房都可以選擇。我哋 book 咗間有廚房嘅2人房。佢哋仲有免費早餐同停車位，對於開車嚟嘅朋友就方便得多。我哋啱啱咧揸完車一段路啊，都好長路啊，啱啱嚟到呢個 Hostok 嘅 Obertron，會今晚呢度住一晚嘅。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嘅房，都好正啊，好企理㗎。呢度咧一入大門呢個位咧就有個洗手間嘅。咁一眼睇晒啦，洗手間細細間，佢有毛巾但係冇洗頭水、護髮素、沐浴露，咁記得自己要帶啦。床側邊有個櫃，最搞笑個風筒擺喺呢度，裡面有杯杯碗碗碟碟，側邊就有大量位置俾你擺衫掛衫。廚房有個爐頭，有煲有鑊，有個雪櫃仔，想自己煮嘢食都冇問題。廚房側邊有張台仔，可以喺度食下嘢，擺下嘢。咁側邊就有2張拍埋一齊嘅單人床。房外面有個露台，好可惜嗰日落雨，所以都冇喺外面坐下欣賞下個咁靚嘅環境。度假村仲有好多設施，包括餐廳、mini market、室內游泳池、gym room 同埋桑拿房。如果你想用桑拿房的話，你可以喺 reception 提前預訂桑拿房，每人俾9個半歐元。因為嗰日落雨，我哋都唔想周圍走，所以嗰晚我哋喺度假村餐廳簡簡單單食晚飯就算啦。味道中規中矩，唔會有太大驚喜。Early the next morning。第二朝我哋一早起身食早餐，早餐時間係每日7點至10點。食晚餐同早餐都係同一個地方。啲早餐就唔係好 fancy， 但係你諗得到嘅基本嘢都有咯，例如腸仔、火腿、麵包、蛋、咖啡同橙汁。總括嚟講，無論房、公共空間設施都好完善、好乾淨，員工亦都好友善。我哋喺度住咗1晚都好滿意。我將網站連結放喺 description， 詳細資料大家可以上網睇下。我哋食完早餐就開車去 Hostok 小鎮。如果你好似我哋咁開車嚟，就一定要將架車泊喺外圍，因為村裏面禁止開車，係只係對居民開放。你一定要將架車泊喺 Parking 1或者 Parking 2等指定嘅停車場。Parking 2係喺纜車站旁邊，到市中心只需行5分鐘，但係佢只有140個停車位，啲位好快就泊滿，所以我建議大家朝早9點之前到達，泊到位嘅機會就大好多。同埋你去到停車場時，都會有電子版顯示，仲有幾多個停車位 available。要注意 Parking 2唔可以 overnight 泊車，你只可以泊喺 Parking 1。又或者你想知道當時各停車場可用車輛數量，你可以睇下呢個網站。除此以外，佢會講埋停車費用同埋酒店客人停車位須知，我覺得幾有用。我將網站連結放喺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上網 check 下。行冇耐，我哋就到咗湖邊。因為我哋好早去到，所以人流唔多，周圍只係聽到好多雀仔唱歌，所以感覺好寧靜，好舒服。
一路直行，冇耐就到咗市集廣場，亦都係村莊嘅中心，周圍都係五顏六色嘅建築物、coffee shop 同埋鋪頭。想影相打卡就一定要趁未多人，早啲到影相。順帶一提，有啲鋪頭同埋 coffee shop 可能唔收 credit card，所以要記住帶啲 cash 喺身啊。另外，村裏面沿途不時掛起標語，提醒遊客欣賞咁靚嘅風景之餘，都請遊客唔好太大聲，所以請尊重當地人嘅生活環境。由市集廣場沿住湖邊一路直行，大約行5至8分鐘就到達呢個最靚嘅打卡位。未出發前已經超期待睇呢個咁靚嘅景，親眼睇到腦裏面得2個字：好靚。喺網上睇同親眼睇都一模一樣，真係靚到仙境一樣。雖然嗰日陰天，但係冇落雨已經好感恩。陰陰地天又有另一種靚嘅感覺。呢個出名 postcard 影相位置我放咗喺 description。影完相我哋就沿路返轉頭。過嚟呢邊呢度啊！喺湖邊影下相，睇下天鵝，休息下之後，我哋就去下一個秘密打卡位。由市集廣場行去，大約4分鐘左右就到咗呢個秘密打卡位。呢個位置其實係一間旅館嘅前面，由呢個角度睇 hostel 又有另一種靚嘅感覺。記得啱啱到嘅時候，突然有隻貓貓出現，可惜佢走得太快，只係影到佢嘅側面。上網睇，原來佢都幾鍾意喺呢個位置流連。如果大家嚟嘅話，睇下你哋有冇緣見到貓貓本尊啦。呢個秘密打卡位置我放咗喺 description。另外想同大家分享下呢個幾好用嘅旅行計劃 app Roam to Rio， 佢會詳細介紹航班、火車、巴士、渡輪同行車路線組合，同埋估計埋旅行時間同埋費用。所以如果大家唔係開車嚟，而係喺 Salzburg 坐交通工具嚟嘅話，就可以用呢個 app 幫你安排，選擇邊種交通工具最好，可以清楚睇晒時間表、路線，又有顯示最近嘅酒店俾你選擇，可以省卻唔少煩惱。因為趕行程嘅關係，我哋影下相、行下鋪頭就走啦。但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參觀市集廣場附近嘅 Rostock 世界遺產博物館。佢係一座改造自歷史嚴富建築嘅小型博物館，收藏咗當地橫跨近7000年嘅歷史文物，係歐洲早期鐵器時代嘅核心景點。又或者大家可以參觀 Rostock 天主教堂，教堂歷史可以追溯至1181年嘅羅曼式建築，同埋教堂旁邊有一個打理得好似花園咁嘅精緻墓地。除此以外，教堂旁邊有個人骨屋，因為墓地空間極有限，過去居民去世埋葬10至15年嘅骸骨會被移出，由藝術家喺頭骨上手工彩繪裝飾，係世界上最獨特嘅骨骸文化景觀之一。最後介紹最出名嘅景點 Rostock 鹽礦同 Skywalk， 佢係世界上最古老嘅鹽礦，提供滑梯、礦山列車同埋歷史展覽，但目前關閉翻新至2026年夏天。確實嘅開放時間就要留意佢嘅官方網站啦。總結，如果你嚟奧地利，一定唔可以錯過去 Rostock 小鎮，被譽為世界最美小鎮，真係實至名歸。今集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鍾意嘅話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下集再見。